大家好，我係 Nicole，好開心咧！今年拉法基金會嘅展傳心靈醫治會咧，能夠同大家一齊咁去分享一個工作坊。咁咧呢個工作坊叫做繭嘅體驗。咁繭係咩咧？咁大家知道嗰個毛蟲要變成蝴蝶，係要吐絲去包住嗰個蟲，咁嗰個絲就會成為一個繭。咁俾佢一個空間，一個安舒區，等佢成長。咁成長到咁上下咧，佢就要破繭而出。咁咧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叫共同破繭，蛻變新生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喺個繭停喺個繭裏邊係好舒服嘅，咁都有少少成長空間嘅。但係咧，再大下，如果我哋唔破繭而出咧，我哋會覺得好逼仄、好限制、好辛苦。咁而呢啲情況咧，亦都會咧重複又重複嘅出現。咁所以我哋就去體驗一下究竟喺每個人嘅心裏邊都有唔同嘅繭啦。咁你個繭係乜咧？佢個繭就即係每個人個繭自己都要去尋索一下、了解一下邊一啲係阻緊我即係繼續向前嘅咧。咁我就做body mind spirit 嘅，咁都會用翻呢3方面咧，同大家一齊去體驗啦。就會係所以請大家都會着啲鬆身啲嘅衫啦。咁我哋會做啲嘅放鬆嘅練習，同埋我哋有做一啲咧就係咧 read 我哋自己 mind 嘅練習，亦都咧有啲安靜禱告嘅練習。咁讓我哋咧可以安靜落嚟嘅時候睇到自己嘅需要。原來呢個繭保護咗我好耐啦，而家咧需要突破啦。然後亦都會咧體驗呢個繭帶俾自己咩好，又帶俾自己啲咩限制。希望咧透過呢個工作坊咧，讓大家更加去明白同埋認識自己。咁所以歡迎大家參加